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 William。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叫做齒輪運動嘅。咁齒輪運動有咩好處咧？係可以幫助到咧，將我哋嗰個盤骨啦、胸腔同埋我哋個頭顱骨對翻位，同時間咧將手對位。意思係咩咧？就係將我哋個齒狀面嘅穩定性同埋佢嗰個骨架啦，同埋我哋嗰個水平面嘅骨架咧對翻齊嘅。咁呢個有助於一啲頸痛啦、腰痛嘅朋友咧，咁咧可以減輕佢哋嗰個問題嘅。好啦 ，chest up chin in， 同埋咧盤骨咧有少少咧，我哋個腰又向上頂起啦，少少就得噶啦。咁我哋手同時間係打開 ，hold 住3秒，1、2、3，然後呼氣。好啦，咁有啲朋友咧覺得呢個感覺呢個盤骨唔夠嘅時候咧，你放平對腳再做吸氣，1、2、3呼。但係留意喎，我哋咧嗰個 chin in 咧，即係收下巴嘅動作啦，唔使太大力嘅，少少收下巴就夠啦。咁我哋再嚟做一個標準嘅動作，吸氣。胸腔提起啦，咁跟住咧就收少少下巴啦，然後雙手打開靠近身體，定住3秒，1、2、3，又呼氣。咁我哋大概做10次，咁呢個咧有助於我哋脊骨嘅健康啦，同時間可以減輕一啲頸痛嘅情況嘅。如果我哋完咗呢條片之後有任何問題咧，歡迎大家留言啦。咁我哋可以或者有啲大家其他嘅興趣嘅一啲題目，你可以同我哋分享翻。咁我哋咧喺下次預備一個短片嘅時候咧，可以參考嘅。唔該咁多位。